继续来看中选会，早起嘛进行不分区政党票的号码抽签。民进党抽到14号，国民党9号，亲民党3号，时代力量6号，台湾民众党15号。这届的选举小党大爆发，总共有19个政党提名217个不分区创下新高。这个国政党嘛是部署军队来造势，要让选民会记得号码。护国卫，保台湾，票投14，实在做事。民进党青年军声势真大，在副秘书长林慧媛的带领，参加不分区立委政党票抽签，抽到幸运数字14号。我们会尽全力的让全台湾的所有人知道，民主进步党是一个实在做事的政党，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政党。9号国民党就是国民党，就是国民党。国民党由立法院党团总调詹明忠代表抽签，抽到9号。国民党抽到9号，国民党会护卫国家，长治久安。另外，也有台北市长郭文地的台湾民众党由不分区第1名赖香伶代表抽到15号。让新政治的力量进入国会。今天民众党抽到15号，我们会义无反顾。这个代表第三势力的一个结合，代表第三势力的一个崛起。那是立法院现有的第三势力，亲民党抽到3号，时代力量是抽到6号，另外也有其他的小党。18，台湾一路发，那现在总统要支持谁？总统要支持谁，我们就看谁，他们由他们自己去，我们不介入。政党票请投12，守护台湾就是绿党的价值。19个政党总共提出217位候选人名单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努力拼跨越5派得票率，争取34席不分区立委，在2020年进军国会。